进行了。但是他确实是没有准备伴奏带，我想清唱也是好的。谢谢我们严姐姐能够参加这个孔雀东南飞的剧组，对她来说是全新，对我们来说是荣幸之至。非常感谢大家的现场指导陪伴我们，谢谢严姐姐，太想听到你，旁边陪你。我不知道要唱什么。西厢记。我唱过我家有个小手妹吧。听唱的话，我估计要踩节奏了，是不是？来，你起唱，来。我家有个小姐妹，聪明伶俐真体美，笑容水不能退，金鸡花金结尾。我吃饭常曾取名字，举眉一心相同嘞，以为暖儿不许进洞，月儿红结银针，只怪我的弟太不仁，终于下小举妹。好。谢谢大家的3天陪伴，让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能够相逢在聚变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